好，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樂善好施嘅頻道。咁啊，今晚就英國馬嚇。咁啊，同大家介紹下先。呢個呢就係我朋友開嘅地方，有啲反光。呢個就係旺角音樂大排檔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呢度新開張。咁啊，捧下場啦。咁至於今日嘅馬，嗱，琴日講咋嗰個聖詹武士皇宮錦標啊，一拖365。咁啊，琴日有人挑戰我嘅，你又介紹熱門，我話唔緊要啊，你可以介紹佢冷門㗎，考到第3檔你贏，除咗1365之外，咁啊，希望今日大家多啲支持，多啲支持啊！呢度音樂大排檔旺角，好近㗎咋，以前南華戲院樓上一層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場啊！呢個大排檔，多謝大家，咁啊，講住咁多先。